对日本发展起来嘅理想创意，系希望做到人类同大自然和谐共生。农委会水保局也按当年系同理想创意理念同做法，加到农村再生推动嘅方式制度，韩国睇全台湾各地先天嘅社區來輔導。苗栗嘅12鄉嘅05社區，也本年列作係實力點。05社區係12鄉出產稻米最多嘅所在，同時秋山縣嘅火柴路該度嘅景點就睇亞隻嘅，做得講係產業、文化、觀光資源都有。唔過農民有義務有受利嘅係，愛做一個理想創業社區，就天初愛等等轉型。用友善無就有機嘅方式來耕種係，菜地愛賣友善方式生產出來嘅米，通路都係唔前天條，忙古道實作，更還有材料來古道環境係，愛做到一個理想創業社區，愛民眾持通來做，也係政府帶頭來推動咯。來看眼人嘅報道。準備要出發咯！從全國唯一的鐵路次行車對新建車站出發，歸路會經過3月3里村、新建5田坪，同時經過3個半坑，就到位05塘村。對面那個山叫枕頭山，日本時代那時候戰備機場。那這條河叫做景山溪，如果我們翻過這個山，就看到大安溪。對最尾站05國小站行到半坑，按到遊客睇女沙川橋頭前，等等土老園技術05塘嘅故。把寨子由一來苗栗來產業開發，由當到學歷搞這個技術，嗰個地方咩親家看到嘅女沙川橋、枕頭山，或者05塘水庫或者福鹽站，都親家嘅景點都啲05塘嘅個。臨鴨石頭入前嘅05塘村，一邊火車就上42個，風景嘅等站嘅05塘水庫，用緊嘅大台做天氣用水。05塘水庫嘅景生態係菜地陰甜嘅水源，水鬼槍難肉鬼皮，嗰所機等有生產機等站好嘅條件。05社區未就按呢係12鄉最大嘅稻米產區。舊年咧，看下去規片咧，長悠悠嘅天橋色彩怪鬧，睇天橋幫錯嘅嘢係方便貨，而係去年12鄉稻米產業比賽打頭燈嘅得主。05塘吼，有一個良田吼，係好山好水，至05塘水庫出來嘅第一個乾快嘅橋，吼無污染嘅良田吼，所種出嘅米質吼最好。保證是最安全。現時05社區係水保局推薦，希望來發展理想創業社區，望大幫案例來做到人同大自然和平共下順差嘅眼鏡。理想倡議主要講的是人與環境的關係。那我們的這個鯉魚社區啊，它是在我們的鯉魚潭水庫的附近，其實它有最乾淨的水，它也生產我們這個。大家每天要吃的米，也因為它在水的運用上面有很多青蛙生態的部分，其實在這個地方是很有它的這個生存空間。所以最近里山倡議的部分，他們發現了這樣它的一個優勢，說如何把我們的產業的部分跟我們的大田陂或者是這些的生物來共存共榮，所以他們往有機生產的部分呢來做。那目前他們的第一塊0.5公頃的部分也獲得了慈心有機認證的這部分，就表示說，它這個地方跟生物的這個兩個相存的關係是獲得肯定的。所講嘅理想創意，意思係高山屯平壤當中，山下社區屯農業生態內形成嘅體驗，我用長長久久來利用嘅方式來治理土地屯天然資源，希望做到唔單搶保護生活嘅多樣性，讓古道資源有好永久來利用。人講係12谷種嘅05塘村，農民單單就係用傳統嘅方式來耕種。按多年來開始有少數嘅耕種人感覺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同空間最重要，嗰所轉型用友善，無就係有機嘅方式來耕種。希望留在鄉里過青春
这个土地啊，分甲子孙的，所以讲啊，要一直秉持到木屑农药，用有机皮，所以讲啊无的啊，看起来要动厝，蔬菜敢无安好啦，但是饮食都安全。其实要做友善，真的有时候那个心情是很复杂啦，因为你从有农药、有化学肥，然后就是请工人，就是直接施肥这样，然后到自己要拔草，不用农药，用有机肥。其实这个转换的过程都会需要一个时间来就是来协调就对了啦。用心提供包装，第5潭村菜地玉米。民国83年，林建府归去家乡开火炉，唔单止屯菜地小农藤锦米，还鼓励伊哋自家出产、自家卖。这个好的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去跟你的一些好的朋友、亲戚这些去分享？当然，要是这样子做啊，以后这些客人就是你的客人，你只要顾好你的品质，下次他永远都会跟你一直跟你销售。你要卖米，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可以带动一个地方上的改变，是最好的。因为这么好的环境，你一直存在的那种传统的耕种方式，其实是还蛮可惜的啦。我都开始慢慢的进转型，转到也有体力年的。哎呀，我这个买米了，讲个话，无好多，量无多，见大概割了都3、4千斤的，天天，哦。啊，落啊出来，个个都差到千块钱的，变价了，换算起来伊个吼，变价了，高分公量的也差不多安尼价势啊。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做有机的环境，那从里山再变成大家都来做有机，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只有3个到4个。希望慢慢大家透过我们这样子带动，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买气呢弄好来，他们一看说，哎，这样子可以哦，大家就跟进。由村民小喺讲基等加入里山创意，就代表等等爱改变耕种方式么？肯定记到用友善的方式生产出来嘅米，爱卖到哪去，市场就还未改天条，就小片的实作就稳啦。耕种人来咁等等安尼做。长期喺隔壁乡镇办理照顾社区，推行里山创意理念嘅里山小主任李文华提出改设计嘅建议。我们在交埔社区这个里山的一个区块来讲，他们大部分种的是柑橘果园。目前里山署在这边推的，我们是在谈草生栽培，不使用除草剂的一个方式，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耕种方式，然后把土壤的地力恢复回来。当土壤健康了，果树相对也会比较健康，比较不会有虫害、病虫害的部分，所以一个善循环就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就是说在刚开始，或许不要操之过急，把一些有共识的伙伴们先集结起来，我们先朝第一步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哪一样子的一个step， 我们先把它规范出来，再慢慢的去往前走。我觉得这或许是会对他们会是比较好，也比较能够把社区的更多的人一起拉进来，共同做这件事。里山创意社区应可爱政府带动民众来做，也系民众先做，政府再个独独的来推行咯。里5社区屯区带动生同教育嘅实传奶比，送上业攀一场里5无统一曙光之，希望大家来认识里5潭村有几早咩？拜大丰收，好了。开播的之前，先检查厂家搭车田地上面保护严冻好，天气拄好，无论太阳晒日，就提给开播的改道看条马路。民间办的生同教育课程，想要改道都市人未来不能参加。都是住在都市啊，那想要让小朋友体验一下，就是农村的生活，然后让他知道说我们都是吃稻米长大的这样。厂家的爱来4天，俺们不给去，哦。今日4号去，还那个疗养的片，哦，今日4在位吼，厂人咧就讲，这边一撮，这边一撮，这边一撮，总无可能安尼啊。
爱听事情去过喊来，不同啊事故啊，冇样高铁个事故啊，所以本日的学生本日的读书人去了解讲，农民向个辛苦种起来过嘅，伊也会过日子也会非常真係当辛苦。 來到李五沙期，唔但搶咗農事，還做得自家來做理馬班，得生意就搞到在買票。我覺得不只是小朋友因為我們自己都市長大，其實自己知道的也少，對，所以等於是一起來過童年吧。其實這很多對他們來說好像都稀鬆平常，對我們來說都很珍貴。 对，就想说来体验一下。客人来的话，他们看那个一般的农民的那个宪法，或者是种有机玉玉米的方法怎么样，然后中午吃的东西也是全部那个农业人自己做、自己准备，所以好多人来没办法。100的人的话，他们上课人跟那个农业人的教育的时间好弄，所以那个大家可以了解信息的部分。 这是那个我们的做的活动的那个好有意义的部分。離山創業唔係熱，青菜用嚟做，硬但老藤等佢用嚟做。我當我睇離山嘅精神下，前度係菜地，我用嚟做，能為個好。安尼人類嘅經濟生產同大自然嘅生態，就唔會變從強，行個位共存共用。離山倡議倡導的主要是一個精神，而不是一個模式啦。 你必須要找到你的特色，那這個特色，你再結合當地的這個人文的活動，或者是我們的經濟的營運的主體，加以去做運作。沙多亞們的概念從日本來的，然後台灣人現在那個要改變台灣的方法，大家那個想要日本跟台灣像一樣的感覺，但是我覺得內容真的不一樣，所以一定要那個改變方法的部分。 对，大的概念一样就好了，但是方法一定要看那个在地的居民的那个宪法方法怎么样的。唔是講一旦從嘅話，喺地方後，大家就會有共用嘅想法。要不要推？要不要去維護？這個不是我講了算。你在這裡土生土長的人，這麼好的環境，你不是只有留給你你還有往後的子孫對不對？我們是希望留一塊乾淨的土地給往後的子孫來使用、來生存那如果說他們的生活無虞了，我相信會有人，就是這個觀念是會改變的啦。從離山這個名義開始，就是對環境，就是算是互助，對環境好，然後我們也有所收穫，然後能夠讓這個地方能夠永續經營的方式，對土地也好，再加上環境，畢竟我們在鯉魚潭水庫的下游第一個源頭。社區的一個居民怎麼樣，就是透過更多方的了解跟對話的方式，對鯉山倡議的精神下面，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一個願景。那這或許是在地的這些社區居民，他們要去琢磨努力的一個地方。鯉魚潭村販賣安養嘅行路，現狀下叫安養嘅長長久久來經營發展咯，下下就確睇鯉魚潭上嘅村民嘅狀況。